後邊嘛攏有迄個鳥鼠啦、蛇啦，其他離各的吼啊，個糞掃人我袂等啦。為佇咧安平太平路邊啊國有地，正正被民間生組做魚塭，後來趴荒多年無人管理，成為壓榨太過的所在。議會公務委員會9日前往現場會勘，聽取市府公務局目前的規劃進度。目前我們的位置大概在這個位置，好，啊，這條路差不多公務局的地裡家，啊，這是國有地，好，啊，因為魚塭啊，好，所以這個工期會比較久。啊，目前我們用地的部分是在辦用地分割跟土地撥用，哈，明年度的4月份，好，就會完成用地的取得，好，這用地的部分，啊，工程部已經開始在設計了，哈。預計最慢明年8月份，我們希望這個可以提早哈，8月份會上網招標，明年的10月份就開工哈。安平區 D2 10M 都市計劃道路總經費5000萬，徵收費用由國有財產局出1500萬，剩的3500萬是工程費用。今仔日吼，公務局吼決定講要開徵收的土地吼，是國有財產局的土地有1500萬，啊，工程的部分是3500萬，吼會當安尼。明年會當招標，啊會當來趕緊互這住戶吼，會當互一個環境更較好安尼。這項工程計劃有估佇咧115年4月完成用地取得，115年8月上網招標，10月動工，順利的話，佇112年年底就會當通車使用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